平安，我说平安。平安，好，时间到，咱做伙来祈祷。天父，阮的天父，阮感谢你，互阮搁一届会当来组织，透过网络，阮也要三甲来分享保罗即个罗马批信的一寡概念阮也继续伫即个罗马书的查经的中间要来了解你透过保罗写互罗马教会的批信的启示甲教导。也恳求主你继续来带领阮伫信仰的顶悬会通来学习会当有好的信仰的见证来荣耀主你的圣名，将今日应验搁一届组织来献上祈祷，恳求主你的圣神来开启，也阮当明白。安尼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好，咱前边有讲到即个批信吼，保罗咧写批信的即种咱讲分类也好啦吼，伊写批的方式啦吼，咱大概知影讲，伫保罗咧写批信的中间，伊有足有伊的权威性啦吼。今仔日咱大概要对伫迄个分类的角度先来讲啦吼，咱过来就要慢慢的进入伫迄个罗马书的主题内底吼，可能后礼拜才会去讲到罗马书的神学啦、概念啦，甲即个分段安尼吼。好，咱先要来看讲吼，伫保罗批信内底，伊安怎来分啦吼？咱大概知影就是讲。像罗马书，伊就是伫新约内底排第6本，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了后，就使徒行传第5本，过来就罗马书吼。是安怎罗马书做成？是甲先知书共款，先知书有分做大先知书甲小先知书。这甲伊的即个写批信的人，还是讲写先知书的人，有是伟大无，迄拢无关系啦吼。基本上是用伊的篇幅大甲细安尼啦吼。所以咱讲大先知书，咱就知影讲伊的篇幅较大，伊可能有顶下书，可能伊的章节较济吼。伫保罗的批信的分类，基本上咱知影，依照伊的即个次序的排的方式，嘛是上长的，放伫上头前。那安尼咱就知影讲，罗马书是保罗批信内底上长的一本啦吼。过来就慢慢愈来愈短。咱拄好看到伊即种用长短吼批信的长短来做编排的方式，拄仔甲迄个七间教会9张批放伫咧头前吼，互各人的4张批放伫咧后壁。即个可见吼，就是讲教会要解决的问题较济啦吼，所以保罗嘛写较济。比如讲，咱看到若前后书来讲，大部分是哥林多前后书啦吼，即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啦吼，当然写互提摩太嘛有前后书吼。咱会当看着讲安尼吼，我毋知，我互咱资料咱去看的时阵吼，敢有发现即内底吼减一本册，保罗的批信吼，希伯来书较有争议啦吼，就是讲，有真大部分的圣学家讲这是保罗写的吼，但是嘛有一部分的即个圣经学家讲，希伯来书另外有希伯来书的作者啦吼，所以有一寡派别伊无甲希伯来书放伫咧保罗的批信的内底安尼吼，所以这小可互咱知一下吼，你嘛会当甲希伯来书放伫咧内底，因为伊写的风格甲保罗写的吼有较无共款吼，所以这就基本上有较
较侪无共款的意见伫即个所在啦吼。嘛讲到即个部分，就是讲，我那爱互咱知影，讲圣经基本上毋是一个标准的历史册吼。虽然伊有淡薄有照着年得编，但是无完全照前后的次序吼咧编啦吼。比如我拄则咧讲，像先知书共款，伊毋是照前后的次序，所以你若读先知书，咧看伊迄个背景是伫北国是南国，你着爱小可去整理一下，你才会当知影吼。亲像过去这个拜三。逍遥长老伊咧分析伊就是小可甲即个时间的次序搁较整理一下安尼吼，所以圣经的编排基本上是无照标准的年格去编排吼，这互咱有一个概念吼。你若要甲圣经当作历史册吼，这着第一个爱突破的物件，爱注意的代志啦吼。就是讲，咱若要甲照年去分嘛，会使，咱着家己来分啦吼，会当照伊的即个时间的次序来去甲分吼。比如讲，咱会当分做4组吼，4组来去看无共款的时期吼，无共款的时期吼。即个保罗咧写，当然伊有照伊的时间来写，但是伫圣经的编排顶悬是无安尼来编排啦吼。所以咱咧讲到伊即个照年格咧讲的种讨论到末世论的问题吼，伊就用伫即个耶稣要搁第二届降临的就伫即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吼约著是即个主后51年的时间啦吼伫即个哥林多教会所写吼这是咱知影保罗第一届去到哥林多是第二摆的宣教旅游去的吼，伊第一摆敢若停伫迄个亚细亚吼咱即摆咧讲即摆的土耳其迄个所在尔吼，所以第二届的旅程才有过即个马其顿，才有去到希腊的所在安尼吼。第二组就是伫迄个第三排的宣教旅程的中间吼，咱看这个地图吼，这个保罗第一届结束了，伊就转来耶路撒冷，甲迄个耶稣的门徒吼，咱讲使徒来报告迄个时阵也咧讲到即个外邦福音的代志了后伊就搁开始第二摆的旅程吼。伊本来想讲要伫即个亚细亚、土耳其遮来进前伊所开拓的教会，但是照圣经的记载讲圣神不准伊搁有听到即个圣神的引带吼，就去到伫马其顿吼，就坐船吼，咱讲跳岛旅游吼，伊就安尼一直搁过安尼吼。马其顿就是大概是帖撒罗尼迦啦吼。菲律宾啦吼，遮会教会伫即个所在吼。了后搁往南吼，往南，咱就知影即个所在是希腊，哥林多教会就伫即个所在吼，哥林多教会伫即个所在。然后伊搁坐船，驶对爱琴海的南边安尼，才搁倒来吼。这是第二摆的旅程啦吼。所以咱知影看着讲伊伫哥林多教会的宣教，就是伫即个所在。伫这个所在遮，这就是已经福音跨过亚洲，去到伫欧洲这是欧洲的上东边啦吼。咱知影这个马其顿这个所在咱讲巴干半岛这个部分，过来希腊希腊遮这是伊的第二摆的旅程啦吼。第三摆旅程嘛是共款，搁来到伫即个所在伊写4张批，包括着加勒泰书我特别爱介绍的是讲加勒泰咱若倒转来看我倒来这地图来看加勒泰是伫即个所在啦伫遮伫即个所在遮，伫
圣经内底咱看袂到有一间教会叫做加勒泰教会，无伊是算一个地区，一个省，一个省。伊拄好伫即个咱咧讲诶土耳其也亚细亚诶中部即个所在，中北部遮，遮有3间诶教会，3间诶教会，这是伊第一摆诶旅程诶所在时阵来开拓诶教会。所以加纳泰书基本上是互加纳泰地区的正教会的基督徒，所以咱若看到加纳泰书，大概咱爱知影就是讲，这毋是咧指一间教会，迄是指一个地区的教会啦，伊写加纳泰书就是互即个即毋是干一间教会尔，可能迄张批就传来传去安尼因轮流咧读安尼好，伫第3摆诶旅游诶时，写哥林多，罗马书等等诶遮诶批，讨论着一寡神学诶观念，咧讲着救赎论，讲着耶稣基督诶救恩即个主张啦，所以伊就是即个旅程，就是第3摆，第3摆伊搁较安尼讲坐船即跳来跳去，跳来跳去这真正是跳岛旅游安尼啦伫第3摆诶时阵，咱就知影讲伊有拄着真大诶困难，特别是以弗所。第2摆拄着以弗所诶代志了后，伊到伫即个所在呢，佮甲以弗所教会诶在长老信徒叫来伫即个所在，咧甲因讲话，甲因讲话。咱知影倒转来看第2摆诶旅程诶中间，伊到伫以弗所，伊伫遐有真长诶时间啦，咱一般来讲，保罗伫以弗所诶时间是伊伫宣教诶中间上长诶一个所在2冬诶时间啦伫哥林多呢，大概是差不多1冬半迄是伫第2摆诶旅程诶中间。第3摆伊共款去到伫哥林多，但是只有几个月时间啦但是伫哥林多教会诶3个月中间，伊就写着真重要诶批信互即个罗马诶教会大概这是我小可整理诶即个即个地点甲伊咧宣教旅程咧行诶一个路线安尼啦这小可互咱大家知一下。第3个时期就是保罗伊伫罗马受着关押，写批互以弗所，所以咱讲诶叫做监狱书信伊伫监狱内底伊常常咱会当看到批信内底讲受关押诶仆人安怎呢这就是保罗伫这个关押诶中间，伫罗马关押诶中间所写诶，写互以弗所教会，写互哥罗西教会，写互腓立比这个咧主要咧讲着基督论咧讲着基督诶人格甲伊诶即个工作当然这中间也有写互私人诶腓利门诶批信这后壁就开始写互国人啦写互国人诶即个批信就伫即个所在好咱知影保罗伊一直想要去罗马伊一直想要去无法度去第3摆伊伫哥林多写批互罗马教会时阵，佮讲互伊若准会当想要去即个西班牙若会当经过罗马爱去安怎呢咱拄则有讲一个概念啦就是讲伫伊诶正式诶宣教旅游诶中间，拢总有3摆佮小可简单甲咱复习者第一摆就是伫即个所在，咱叫亚细亚，就是即摆土耳其诶所在。第2摆伊就对即个耶路撒冷，佮倒转来伫即个
安提阿，佮共款佮出去，经过阿西亚，就是托尼基了后，开始坐船跳过爱琴海，去到伫马其顿，然后落来伫希腊、哥林多遮，然后佮坐船倒来，倒来伫遮。第三摆共款即个地区，共款即个地区，就安尼倒来吼。伫即个中间，就是以弗所的时间上长，哥林多第二，1冬半，才2冬，安尼。咱第4摆的旅游，就是即摆看到地图遮啦，即个旅游有人有诶圣经学家无主张，就是讲因主张讲，伊这是去互送去伫罗马要审判伊这毋是宣教旅游啦，所以有两派较明显诶两派诶讲法啦，有人牧师较偏我讲伊这是伊诶第4摆诶宣教旅游啦，当然有人就讲这就是去互送信诶，这毋是啦，但是谁会甲伊讲伊是一个宣教诶旅游第一个原因就是讲，保罗伊足早就一直咧讲着伊要去罗马，要去遐来关心遐个教会咱知影遐个教会毋是保罗所设立诶，这咱就真确定，因为伊写互罗马诶批信诶进前，伊都毋捌去过。第4摆旅游，伊才去到伫迄个所在，伊去死伫罗马安尼好，当然咱看到即个伊伫耶路撒冷受掠受审判，然后去互即个千夫长甲伊救，送来伫即个咱咧讲巡抚诶所在过来就是讲伫该撒利亚，伊伫迄个所在来想办法要传福音，要甲分封诶王甲巡抚传福音，搁伫遐表明讲伊是即个罗马诶公民，所以伊应该爱去罗马受到审判所以为着无爱去互犹太人安尼用私刑甲伊谋杀甲杀死，所以千夫长甲这巡抚伊就想办法，就甲送，要甲送去伫罗马当然伊就坐船嘛，就搁爱有罗马诶军官兵丁来甲即个押送去到伫罗马即个坐船诶中间，咱特别去看到即个线路即个线路伫即个所在。伫遮诶时阵，保罗就甲即个军官讲讲毋好出发啦会拄着困难啦所以伊搁伫即个行绿色即条路你来看即个坎坎坷坷崎崎徛徛诶路线意思就是讲因拄着即个咱咧用秋天也好就是有迄种北风咧吹来互迄个船真歹行即种诶季节诶风伫遮互因诶船歹去搁浅啦靠岸了后甚至有迄个兵丁想要甲遮个囚犯拢总杀死了等等遮个代志有发生。咱会当看着讲，伫即个旅程诶中间，颠倒保罗做足重要，嘛是做足侪诶见证，讲预言，然后伫迄个所在搁帮助因脱离迄个蛇咧咬，搁脱离迄个咱讲海难然后伫遐做真好诶见证这是伫前3摆诶宣教旅游诶中间无发生过诶代志特别是伫即段诶即个航海诶旅程拄着真济伊伫遮就开始讲预言啦伫遮就开始讲预言啦伫即个所在伊就较牧师认为讲伊伫遮做足好诶见证啦然后当然就安尼就起来到去罗马，伊伫罗马住诶时间偌久，咱知影无？
伊伫罗马住诶时间无输以弗所啦嘛2天，伫迄个所在，伊嘛搁伫迄个所在来传福音那圣经讲到伊伫迄个所在来传福音搁无人禁止无人禁止，所以咱会当看着讲伊即个部分其实是不了重要是不了重要这伫使徒行传拢有记载啦我大概有整理大概有整理安尼我时间若影片用起来了，咱会当慢慢来看即段即个咱知影讲伊伫遮有做足重要诶见证做宣教诶事工做见证伫即个所在叫独蛇家佮惊神者，所以伫遮讲预言，伫遮佮陪伴因去面对灾难，然后伫即个所在来拄着尊难，佮去又拄着毒蛇等等这诶代志，其实伊有足好诶即个见证伫即段遮这是足重要诶一个宣教诶旅程啦然后佮伫即个所在开始坐船双子星号去哩到伫即个罗马好咱知影讲伊第四组就是第2摆伫罗马受到关押了后，写着3封诶即个教牧诶批信，特别互伊信仰诶后生提摩太前后书前书后书佮提多书即3本伫即个所在当然咧讲到迄个教牧诶职分啦教牧诶职分要安怎着爱尽本分去教导领导诶即个职责安尼所以伫即个所在会当看着讲伊照安尼时间诶分类来看嘛真清楚知影伊大概咧教导诶物件过来较主题性诶分类就是讲有个人诶，就是咱拄则讲诶尾后4本个人诶即批信，有较神学的诶像讲罗马书就真清楚是咧讲足侪神学诶概念嘛有伦理诶嘛有教会行政诶比如讲写互即个提摩太嘛讲着足侪教会行政诶部分嘛有讲着灵修诶所以咱会当用足侪无共款诶即个分类也是讲组合去甲看保罗所写诶批信安尼咱安尼去查保罗诶批信诶中间咱就比较较容易了解来知影好，罗马书诶读者到底是啥物人啦当然咱知影就是犹太人佮外邦人嘛一般来讲，咱就真清楚知，如果罗马有教会，绝对毋是保罗伊所开设的是伊落尾才去到遐。若阵罗马有教会，到底教会是叫做什么款的教会，还是讲什么人设立的这圣经内底无甲咱写真清楚咱若阵看到罗马书第1章第7节写讲，我写信互恁伫罗马，为着上帝所听的，奉调做圣徒的证人，伊无讲教会伊无讲教会但是伊知影遐有一群信主的人组织做伙咱来用过即个耶稣所讲的，讲恁若有2-3个人同心合意奉伊的名组织，上帝伫伊的中间所以这个教会啦好，若要讲教会来讲到底这个教会是啥物款的形态啥物形态毋知影。咱知影保罗伫即个哥林多传福音的时阵，捌拄着有人对伫即个罗马去啦即中间阿波罗是一个人佫有拄着即个一对夫妇拄着一对夫妇来到伫迄个所在，甲伊做伙住甲伊做伙住伫遐个所在来甲伊做伙来事业来帮助教会好，
所以咱伫圣经内底，有哪有互咱看到一寡罗马有基督徒啦吼。罗马基督徒到底当时有诶吼，嘛有无共款诶讲法啦吼，嘛有因有无共款诶讲法，是讲，比如讲《使徒行传》第2章，当圣神充满了后，使徒伫迄个所在来传福音吼，就已经有人伫遐得到福音啊吼。这连面我会去讲到第2点诶时阵啦吼。后壁面我会去搁伊讲着吼，所以有无共款时期即种基督徒诶产生啦吼，这拄则讲诶吼，加勒泰无有，加勒泰教会是一个区域啦吼，一个区域。好，咱拄则已经讲这个罗马教会毋是保罗所设立诶吼，伊真远望会当去到伫罗马吼伊遐已经有一群基督徒啊吼，咱知影就是讲，这个天主教甲彼得当作是第一个这个咱咧讲教皇，也是讲这个因的教宗啦吼，是有哪有原因啦吼。但是圣经无互咱足清楚的信息讲，彼得到底当时去罗马伊是毋是伊伫迄个所在来设立教会？咱伫圣经内底看袂出介清楚的一个资料。咱只有伫迄个传说的中间去讲到讲，尼禄皇帝因为罗马城大火烧，伊找无人，了后就调工怪即个基督徒，然后彼得甲使徒就去互因掠去，然后搁伫遐倒吊伫十字架，点火咧烧吼。到底是毋是彼得所设立的，咱嘛毋知影吼。但是照着天主教的传统来讲，因相信吼，真有可能彼得足早就去到伫罗马吼，罗马这咱毋知影吼，这咱无伫圣经内底找到的证据吼。这是拄则咧讲的，讲圣神降临了后，就是《使徒行传》第2章，圣神降临充满了后伫圣经的记载内底有甲咱讲，伫第2章的第5节到13节即个所在吼，伫迄个时阵有虔诚的犹太人对天的达国来，住伫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弹，众人就聚集，各人听到使徒用即个众人的乡口咧讲话吼，过来咱就看到讲，伫即个内底有去提到着罗马吼，伫即个内底吼，咱看第10节吼，我直接跳来即个所在吼，对罗马来的人客，其实是犹太人吼，所以真有可能伫即个时阵就有对伫罗马倒转来犹太人，因接受着圣神充满的感动，然后就倒转去伫罗马开始传福音真就着伫因的所在开始来组织吼，来组织这是伫使徒行传所提供互咱的啦吼。过来拄则我也讲到迄对夫妇毕基拉甲阿古拉，因是罗马的圣徒，因是安怎离开罗马来到伫哥林多？就是因为迄阵的皇帝吼，禁止也是讲甲犹太人赶出罗马吼，所以因就只好离开吼，只好离开然后因就去拄着即个伫哥林多的保罗，就甲伊做伙来生活，伫遐来做即个场平来卖吼，这咱伫使徒行传18章会通去看到吼。伫罗马的基督徒真有可能是借犹太人的会堂伫迄个所在咧聚会，咱亲像耶稣伫咧传福音的中间，伊第一个入去，拢会去入去伫犹太会堂伫遐来读先知书诗篇，然后开始来教示人共款吼。所以其实福音一开始就是咧犹太人开始传，所以犹太人
福音要开始会对倒位来，当然就爱对回堂了吼。所以真有可能罗马地区的基督徒自开始是犹太基督徒，因为咱倒转来看吼，咱拄则看到这个是对罗马倒转来的犹太人，因甲福音带倒转去，然后伫迄个所在开始聚会了后会开始有外邦人啦有外邦人咱知影讲，就皇帝甲这个犹太人赶出去罗马了后，剩落来就咧聚会，就已经剩外邦人。真有可能伫犹太人离开罗马了后，外邦人聚集了后，因真火热，开始传福音，愈来愈侪的外邦人入爱伫这个犹太会堂伫遐来正做基督教会，因为犹太人已经离开啊嘛，足有可能是安尼的一个因缘伫迄个所在开始所以你若看伫罗马书第1章13节到15节，保罗讲的我屡次定义要往你们那边去，要在你们当中得一些果子如同其余的外邦人中间一样，只是到今天仍有阻隔。所以保罗已经把焦点放伫外邦人的福音这个开始就讲，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这拢在讲外邦人这拢讲外邦人所以咱知影保罗已经把迄个焦点放伫外邦的福音，伫遮已经足清楚啊好，佫过这个是第2章我后来资料这写毋对我会佫改互咱第2章12节到14节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必不按律法灭亡。这是讲什么？这嘛咧讲外邦人啦这嘛咧讲外邦人。所以真清楚知影讲保罗咧写着讲伊想要去遐传福音，伊的对象已经真清楚，是要针对外邦人。为什么？因为迄个时阵伊拄着毕基拉、阿古拉，因知影罗马政府已经甲犹太人赶出去啊，伫遐留落来只有外邦的基督徒伊真清楚所以伫迄个所在，伊嘛开始来针对遮的人咧甲因讲无法律的外邦人若顺本性行法律这拢是咧讲外邦人的代志啦好嘛真有可能即内底有一寡路例路例，所以咱拄则看到的经文中间伊会看这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咱若去看到其他的经文嘛咧讲到当主人的、当奴隶的这个福音也要传互因啦所以咱看经文安尼写啦罗马书16章第8节到第10节嘛讲又问我在主里所亲爱的安伯利安，咱知影这毋是迄个犹太人的名这个的名伫当初是来讲，拢是迄种奴隶的名啦而且尔巴奴所亲爱的士大古安，这拢是迄个奴隶的名，毋但是外邦人尔这个亚比利安等等遮的所以咱有看到讲，伫罗马教会，除了去互赶出来的犹太人以外，外邦人占大多数，过来有奴隶，过来伫16章的第7节、第11节、第13节，保罗安尼讲，又问我亲属与我一同作监的安多尼古伊的亲人11节安讲，又问我亲属希罗天安希罗天甲伊问安过来问伫主竞选的这个伊拢是咧讲着迄个甲伊介成有亲情关系的人安尼啦好保罗写互罗马的批信到底是什么时间写的咱知影保罗伫哥林多教会的宣教的旅程的中间有2摆，
第一摆伫遐住1年半的时间。这是伫18章使徒行传18章所记载，拄则迄个地图，咱也有了后我放 YouTube 去，咱就当小可去看一下吼。好这是第一摆去到伫迄个所在，遐来传福音、设立教会，互一个人来信主然后甲因教导甲因教导。伫即个内底有一段的话足重要夜间主的意象对保罗说：“不要怕，士官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也没有人会下手害你，因为在城里有许多的百姓伫迄个所在，伊嘛伫遐来做见证来伫遐做见证，因为圣神已经甲伊讲已经甲伊讲。咱嘛知影有所上长，过来第二个就是伫哥林多这个所在第二届的旅程倒转来，伊就搁去伫迄个所在咱就看到讲《使徒行传》20章所记载，伊伫遐3个月，就是第3摆旅程，第2摆去到伫哥林多的时阵，伊就伫遐就开始来写这个批信来写这个批信，来互罗马的教会伫遐好，咱看这个保罗去足侪所在，拢去互犹太人对伊拢作乱啦以弗所嘛是安尼，去到真侪所在，伊拢安尼去互甲赶，伊就逃走，所以离开马其顿，然后落去到伫即个希腊哥林多的所在了后，伊就开始咧劝勉这基督徒所以伫哥林多住3个月共款各有人咧陷害伊，这拢是犹太人拢对伫伊的后壁然后伊个坐倒转去马其顿，开始去坐船咱讲跳岛旅游啦好，那照记载就是真有可能伫即段第3摆的旅游，就是主后差不多58年的时，伊伫即段住3个月时来写互即个罗马教会即个批信安尼啦照历史安尼来记载来讲就是保罗写互罗马教会的时阵，伊有提到着讲因伫即个伊去逐所在咧募款，特别伊嘛写互哥林多教会，讲人迄马其顿教会安尼虽然真困苦，但是嘛为着即个真济即个耶路撒冷教会的需要。嘛真努力咧奉献，哥林多教会颠倒敢若讲尔敢若讲尔拢无奉献所以咱会当伫哥林多哥林多前书16章，哥林多后书是罗马书，会当去看着保罗伫即个所在咧讲着讲，伊阁有任务，啥物任务？无法度去到伫罗马，因为伊要甲即个奉献的钱早倒转去伫耶路撒冷。互耶路撒冷的教会来使用所以伫照遮的历史的记载中间，咱会当看到讲保罗伫即个所在写互罗马教会的批信，已经有交代着即个部分。过来28节讲，等我办完这事之后，这个事是什么？就甲这奉献摕倒转去伫耶路撒冷我就要去遐，经过罗马。要去到伫西班牙啦这是保罗伊家己的心愿的想法安尼所以若照着即个历史的记载来讲，咱就大概知影保罗是伫即个第3摆旅游，第2摆去到伫哥林多的时阵，来写即个批来互罗马人、罗马基督徒安尼啦所以。咱会当看到即个大概伫即个所在遮伊伫第3摆的即个旅游遮写罗马书遮写罗马书使徒行传20章第1节到第3节，就是记载着即个部分所以咱来大概知影好，咱看到即个保罗伊毋但是伫迄个设立教会搁去训练迄个门徒
搁去为着耶路撒冷的保会去咧募款然后望会当搁来去伫即个罗马要来宣教伫哥林多前书16章的经文也特别去讲到即个部分啦所以咱就知影讲伊其实伫伊的旅程的中间，伊做足侪代志传福音、开设教会、训练门徒、设立教会制度设立教会制度伫哥林多前书16章，就互咱知影讲加拉太毋是一间教会，是正教会咱大概知影即个部分啦咱看着讲伊去的所在就互咱知影讲伊是伫即个哥林多格利坚就是伫哥林多边有一个海岸的一个区域伫即个菲比的厝里内底伊是迄个教会的执事安尼所以有足侪的证据，互咱知影讲。即个保罗伊就是伫第3摆旅程中间，伫哥林多来写批互即个罗马教会罗马书16章23节也讲到加油啦迄个接待我伫全教会的即个加油问恁好加油嘛是伫即个所在所拄着的一个门徒，即个学生，还是讲你遐的同工安尼所以。咱大概就知影讲，迄个年过差不多是伫迄个主后58年的时间啦伫遮倒转来伫遮58年的时间所写伫哥林多教会伊伫遐第2届的宣教，伫遐募款真可惜，伊伫哥林多拄着哥林多教会无真拍拼。奉献安尼啦这牧师即摆拢咧四界去咧分享嘛会当体会保罗的迄种心境保罗迄个心境安尼好大概就是伫伊的整个的旅游宣教的旅程的中间到上落尾，伊开始专心伫往着即个罗马咱知影伫罗马的传福音是基督教的信仰真重要的一个转捩点啦伫个转捩点咱前面伫迄个拜三的查经的中间有咧讲到讲犹太地是迄个世界的中世界的中因为拄好伫亚洲、伫非洲、伫即个欧洲的中即个中借着保罗去到伫亚细亚，去到伫马其顿，去到伫希腊，然后伊第4摆去互掠去到伫罗马2冬的中间，就甲迄个福音传到伫西方的世界，借着西方的即个殖民的帝国传到伫全世界所以这是足重要的一个福音开拓出去的一个关键啦所以咱知影讲罗马的宣教有足重要伫咱整个的基督教发展的历史的中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咱讲关键一个关键伊伫即个所在虽然是去互关伫遐但是伊有真自由，会当伫罗马伫遐来宣教，有真侪人来问伊道理，无人禁止，佫会当伫遐大概2冬的时间啦牧师认为讲拢总4摆旅游中间，伊第4摆做的工作是上关键、上重要嘛会当讲是影响上深的一个旅程虽然咱知影讲伊迄是一个步入死亡的一个旅程，但是对整个的基督教的宣教历史来讲，是影响上深的一个部分啦当然，头前的宣教、设立教会制度，佫一寡比如讲
训练这个教牧拢真重要，但是讲影响上深上阔，罗马这个行程是非常大真关键的一个旅程安尼啦吼。好，今仔就先讲到这吼，过来后摆就会去讲到罗马书的整个的结构安尼吼。有人要分享的无？补充的无？还是要问的无？有无？好，讲无吼。拢无，咱就要到这来结束。咱请连长长带咱祈祷好无？好，主必正当阮伫天地上帝，阮真欢喜会当过一遍伫遮三角主集。阮通过牧师所开帖罗马书伊的背景，甲保罗写一张批主要的目的。阮知阮的信仰是为保罗即个罗马即个行程，过来欧洲，伊到美洲，阮会当到亚洲这个所在来，阮就会当得到即个恩典。阮遮献上感谢。愿主你继续是阮带领，互阮拢有保罗即个为着宣告即个事情，甲即个意志，会当继续靠主来得胜，而且会当向前来行。阮虽然是有这方面有可能性，当时主你也讲三角地带，阮的确要定心得到快乐。在这头前的路，阮毋知，总是阮相信主你拢有美好的旨意甲美好的安排。阮只有将阮家己过一遍，奉献伫上帝你面前，求你照你美好的旨意来带领阮，互阮所做会当荣光上帝你，会当互你福音会当继续通过阮的努力，互这阮的亲人、阮的朋友，当我的厝边。拢有机会来认捌你，阮即久伫遮要做一个结束，也要来伫你的实地来安歇，求你互阮有真好的暗暝，一暝好困到天光。四川进前献上阮的祈祷，感谢靠主耶稣的名，阿免。阿免，多谢牧师，好，谢谢，谢谢牧师，多谢牧师多谢牧师，平安。